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要先带观众朋友来关心日本新英公司，因的汤仔甲饼是拢真出名。不过昨昏因宣布讲，因的幼囡仔咧食的点心甲汤仔，有部分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去染到动物的大便，所以即马要赶紧甲19万件搁收倒转来。小树讲，之前有进口入来台湾共这款的产品，计共有200多公斤，已经流向6间业者。因即嘛请业者确认，敢收到原厂的厂商要回收产品的通知。日本沈阳制果公司接到人客投诉，讲幼儿的烘焙点心麻辣萝卜的底仔内面有怪怪物件。检查产品了，发现在生产过程中有可能染到小动物的屎，而被宣布吊回19万件幼儿食用的烘焙糖果产品。沈阳讲到目前为止，也无健康损害的报告。咱食药署查询边境查验自动化管理资讯系统，发现伫后期内商品总共有6间输入的业者，净重量231.92公斤。食药署也通知业者，确认是毋是有接到原厂回收的资讯。目前有6家的输入业者有输入这家公司的饼干，但是不是有输入应下架回收的批号，目前还在跟原厂确认当中。台湾沈阳公司澄清，台湾沈阳并无直接参加这项商品的制作甲贩卖流程。若是有消费者对其他管道买到这项产品有进一步的需求，要直接联络包装袋顶头所标示的进口商斗3天。记者综合报道。国会这款法案生效，总统赖清德委托律师向司法院交释宪申请书，提起宪法的诉讼。另外，行政院长杜永泰昨昏去立法院备询，讲要以身试法，希望质询甲备询者拢爱互相尊重。总统赖清德委由律师向司法院提交释宪申请书，提起宪法诉讼。国会这款法案经过行政院提请，予以失败了后已经生效。总统府表示，赖总统已经清楚表明立场，国会应该改革，不过改革的方式必须合法合宪。反对国会扩权，并不是反对国会改革，国会理应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式必须要合法且合宪。今天已经正式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行政院已经提出申请释宪，杜永泰也表明态度，希望质询者、备询者互相来尊重。不过，就也传出国民党拍算8月召开临时会来行使国会调查权，加通过重大法案，可能包含核电演绎草案加选罢法修正草案。民众党是主张立法院搁再延会，必须完成改革法案加人事动议权审查。就 NCC 委员所做的决议是，我们一方面谴责行政院院长佐荣汉毫无担当。7月12号的时候，我们会要求这一次的立法院必须要再度的延会。很多重大的一些，不管是法案或是重大的一些国会代推的事项，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党团内部有提议要做临时会哈，但时间的部分的话，可能还在讨论当中。总统赖清德日前表示，第一法官也未接受国会这款法案释宪结果进行，唔当凊彩就采取行动。这国情的报告，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是认讲，也是应该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小署长吴秀梅会伫6月底来卸任，会由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曾成宏来接任。因为小署署长是事务官，有年会限制。不过曾成宏表出来讲，明年1月份伊就要满65岁，也就是就任半年就要退休。过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已告修正发展观光条例，大幅度提高各种违规行为的罚款。旅行甲旅宿业若有甲旅客诈骗情形严重的，原底上重是罚50万，会提高到100万。若无营业执照或者是登记营业的，原底上重是罚50万，嘛要提高到200万。再来看《联合报》，环境部昨昏已告修法，针对地热、小电力发电等再生能源的开发，也佮有氢能等新型能源试验性的计划等来放入免环评标准。不过，前环保署副署长邱文佳认为讲，
地热甲氢能要放冷，就要进一步来研究，才会当来做决定。来看中国要挺治台独分子了后，陆委会甲去中国、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有关到柑仔色的灯号，建议民众若非必要就莫去。也那样立委询问讲，安尼敢会变做是红色的灯号咧？行政院长杜英台强调讲，这都要看中国的态度来决定。咱是希望会当理性来沟通。不过，美国亚太总统康达就烦恼讲，中国挺治台独的新的规定会扩大到境外。近中国提出处置台独的新规，咱方也推出反制。陆委会临时宣布，调整中国大陆甲香港、澳门旅游警示是柑仔色的灯号，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国民党立委这阵时也关心未来是不是无排除转做红色的警示。要看对方的态度，我们希望就此和缓，改变态度，大家都能够和平理性的交流。到中国、香港、澳门旅游的柑仔色警示维持偌久，杜英台强调爱看中方的态度。香港批评是伫个抹黑港版国安法，表达谴责甲反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形容讲，两方敌意一直庆关是非常不利。每一周一方的态度，另外一方的反应，都是造成敌意螺旋的上升。其实对民众来讲，对于两岸来讲，都是最不利的。到中国旅游警示升级，两方互相来反制。不过对着顶治台独新规，美国亚太总统康达表示烦恼，中国可能扩大到境外适用。We're deeply concerned that China would take these escalatory, destabilizing steps now. If past its prologue, we're concerned that China could apply these regulations to others overseas as well. 对台军事部分，康达讲，美国甲台湾达成共识，台湾发展无对称战略是上好方式。美国正伫尽一切可能的做法来建构台湾的威慑能力。不过，两方关系虽然紧张，福建旅游业到马祖先来探路的团体无受到旅游警示升级的影响，离到台湾时照常举行。陆委会也批准26位中国籍人士来台湾参加第35届金曲奖，欢迎两方音乐甲电影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2024年美国的总统大选，拜登甲川普伫头一场的电视辩论会，双方为经济、移民、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以哈战争，讲到国会暴动，也有少数族群的权益等等。川普伊讲话速度甲理路是拢真明确，但倒是拜登话是三讲四唔对，互支持者对伊是真失望。拜登讲，川普是被定罪刑事罪犯。川普讲，拜登是美国史上做上歹的总统。美国伫伊的治理之下，成做第三世界国家。这场2024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电视辩论会，两个主角伫台顶，拢无暗砍来讨厌对方。The crimes you are still charged with, and think of all the civil penalties you have. How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do you owe in civil penalties for molesting a woman in public? Like so many politicians, this man is just a complainer. He said, we want to do this, we want to do that, we want to get rid of this tax, that tax. But he doesn't do anything. All he does is make our country unsafe by allow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to pour in. 俄乌战争的议题，主持人问川普是不是同意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停战协议，川普表示无法度接受，然后批评拜登对乌克兰军援支出太过悬。拜登是回应，并是直接提供资金，是提供武器协助乌克兰从俄防卫。We are very, very close to World War III, and he's driving us there. And Kim Jong-un and President Xi of China, Kim Jong-un of North Korea, all of these, Putin, they don't respect him, they don't fear him. 伫问到有关议会问题，川普用家己伫高尔夫球场的表现做例，讲家己体能、智能拢真好。拜登是回应家己正乐意甲川普进行一场赛车竞赛。Just won 2 club championships, not even senior, 2 regular club championships. To do that, you have to be quite smart, and you have to be able to hit the ball a long way. And I do it. He doesn't do it. He can't hit a ball 50 yards. He challenged me. Look, I'd be happy to have a driving contest with him. 辩论会规过程，川普攻打手辩的表现真明确，伊个一路是黑白讲的本事，然后所媒体线顶事实查核无因刺刺，一直竞争川普讲出的错误。拜登是首声两岸无神前半点钟，还佫一直口误，对川普的地球攻击的回应，就是毋捌听过安尼讲话。民主党阵营社群媒体是及时讨论，对拜登的表现是一片哀嚎。对选前感觉真失望，拜登的幕僚对外
解释，这是因为拜登最近在感冒的原因。共济新闻王慧文评论。最近天气是热假，极端的高温出现伫南亚巴基斯坦南部的大城市。一礼拜有几啊天出现40度，分数的感受是要到50度。各地是轮流咧停电，而且4天造成至少400多人死亡。巴基斯坦南部港市克拉吃，离这气温来到48度，最港的人伫大日头下做事，热到要死。几路有义工提供饮料，替来往的人来钻水降温。真侪民众到海边去耍水，冷气也袂甲真好。也毋过连日40度以上的高温，互用电需求大大来抢悬，真侪所在出现停电的情形，连电筒拢无法度找。23到26中间就造成427人死亡，其中一个以几路游民遮的6世人受害上较严重。太平间拢无够人使用，边的急诊室四个拢是热到破病的民众。और तकरीबन हमारे पास 250 से 300 पेशेंट ऐसे हैं जो हीट स्ट्रोक की वजह से आए। 克拉斯所在地新德省，今年热天了就热到要死。顶个月出现52度，地甲上款的高温，也来邻国印度今年也经过历史上上长的一波真热天气，气温超过50度，造成几啊万人着山，几啊百人死亡。原来这个官方数字也可能严重互估计。国际专家讲，过去1个月亚洲各地极端气温变甲真严重，就可能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迁的结果。镜头转来到南半球，当地正是冬天。地理南部的麦哲伦甲南极洲大区，极地寒流发威，当地蓬塔阿雷纳斯市落雪就甲真高，日出现零下14.7度，这是1965年有记录以来上低温的。而它更加造成自来水管线拢结冻，爱靠规路的大水桶来供水，将会维持民生煮食的需要。好是面临停水的危机，也提前来休寒。El hecho de que no tengamos agua falta, sobre todo para los baños, cocinar, beber. La verdad es que un gran problema es que no haya agua. 气候专家讲，这波极地高压对南极大陆来，已经达到600公里，对地理南部麦哲伦地区靠西了后慢慢上北，来到邻国阿根廷部分的所在，有计会继续8天左右。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印尼警方伫咧巴厘岛的一间别庄抓到103个涉嫌网络诈骗的人，这些人全部拢是为台湾来的。伊方指控讲，因乱用签证甲居留的许可，伫当地做网络诈骗，而且专门骗马来西亚人，会甲因赶出境。也那咱国外交部回应讲，有接到印尼移民总署的通报，会甲对方合作，嘛希望调查完成了后，赶紧甲台湾的嫌犯遣送回来。较真好所在，移民官出动为大门攻入去，麻烦过墙突击，真济路顶开所在，厝内大阵人全部互传出来，下令拍伫涂骹。印尼移民机关26接破行动，抓到上100人牵涉到网络犯罪，违反移民相关法规，嘛查扣真济手机甲电脑，现场阁发现真济本咱国的护照。Di sana kami temukan 103 warga negara asing。罗网的嫌犯排规排，当地媒体报道，印尼执法单位抓到103外国人，本来传出其中14人是台湾来，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人全部是台湾来，阁互人控诉乱用签证甲居留许可，伫度假胜地巴厘岛这个别庄内做网络诈骗，专门骗马来西亚人，会赶紧甲人赶出境。103 orang warga negara asing tersebut tempat tinggal di villa untuk melakukan kegiatan yang mencurigakan. Yang kami duga adalah kegiatan yang melakukan kejahatan cyber。个人海外牵涉不法，毋是头一届。柬埔寨进前抓到3个台湾籍诈欺犯，伫当地互人起诉。马来西亚警方也捌破获假检警诈骗机房，敢若台湾籍就抓到19人。真侪年前，也有超过200个台湾人伫西班牙做电信诈欺，互人抓到。即届阁有个人伫海外牵涉到犯罪。咱外交部证实，已经有接到印尼移民总局的通报。我们接收印尼。收到印尼方面通报，这样子，我们统一由外交部发布信息。印尼当局现正依涉嫌违反印尼移民法令进行调查中，并请印尼于调查完成后，尽速将我国籍嫌犯遣送回台。外交部表示，已经有积极协调印尼提供咱国籍犯嫌名单，持续掌握相关调查进度，也请印尼伫调查完了后，赶紧将台湾籍犯嫌遣送回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最近迫害遭让位的争议是引起社会讨论。
卫福部预告要甲迫害者改名改做优先式，提供身心障碍者或者是有其他实际需要的人大声去坐。嘛，因为希望会当赶紧推动，广告的时间缩短做7天。年纪不是唯一标准，身心障碍者等优先使用，请发挥同理心。因应最近迫害者的争议事件，是引起老大人和少年族群的对立。台北捷运公司伫捷运文湖线列车放送宣导广播，即卖为着避免迫害者国引起纠纷，卫福部社计数日被预告修正草案，甲迫害者改名做优先式。这样比较广义一点，看看以后那个纷争会不会再少一点。改的话，如果能让某些人的心里感觉比较舒服，或者是比较踏实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那些人来说比较好。本地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的条文是写讲，提供身心障碍者含老弱妇孺优先座的迫害者，修正改做予身心障碍者也是其他有实际需要的人优先座的优先式，而且为了量早实施，公告期是缩短到7天。老弱妇孺这个词，大家看起来大部分大家都比较注意到这个老。最近几个争议，大家都是认为博爱座应该是要让给长者老人坐，其实不是，让有需要的人，其实他是可以有位置可以坐。社计署解释讲，即马国人的平均余命是超过80岁，嘛有真侪聚会人身体是真健康真好，才去修正原有的条文，希望改做予其他实际需要的人，避免民众误解。有民间团体认为讲，台湾每年老人的人口会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0%，若要设这济迫害做，是不如去倡议民众自主发挥让人的同理心。有隐藏需求的人，我们并不容易从外表判断出来，所以也不用去苛责说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不让做。很多的长者其实在观念上，只要我们多沟通，大家多宣导，新的礼让文化应该可以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里面看到这样的美德。修法的预告公告期满了后，修正草案会送行政院和立法院去审议，后壁卫福部会会同交通部加去宣导，避免两位的议题变作民众冲突的导火线。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消息来看，中华职棒选秀会昨天伫咧台中举行，有将官签的副班行将因选有大联盟经验的选手刘玉成，也那第2个台更雄鹰，嘛甲大家想的同款，指名捌去日本拍球的选手吴念婷，也那中信兄弟是经为平顶高中来的外野手柯丁伦，加做今年选秀上届上注目的焦点。第一轮指名选手张育成。有女美国大联盟资历的选手张育成，结束11年旅外转来，被选做今年中职选秀状元，将会加评富邦悍将。张育成用影片感谢球迷一路以来支持。我会全力以赴，与富邦悍将教练队友们团结合作，为球队贡献，并拿下每一场胜利。第2顺位的台更雄鹰，较有期的指名女日本选手吴念婷。也和有探花签的中信兄弟，正在影响选秀的第1个变数。结果像第3平顶高中外野手柯定伦，正在第1位被唱名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压力就全部释放啊，然后念到名字就很开心嘛。这个压力跟打像 U18那些中华队哪个压力比较大？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因为这关乎你未来整个棒球的一个发展。对。第2轮指名选手。张毅伫咧统一第1轮选女美国外野手张胜平了，这届选秀最后一位有女外资历的张毅，伫咧第2轮和富邦悍将选到。张毅进前甲台更雄鹰已经做伙训练半年，台更讲无选到真可惜。因为下一个顺序是台钢，对，台钢在第1轮，因为他们自己有说了，面对是礼物，你要拿礼物你就必须牺牲，这边有点被拦截的动作。今年选秀会总共有51位选手着选。其中第3顺位的中信兄弟选到11位，是6队内面选上最一队。乐天桃园也选10位，也拿富邦悍将、统一狮甲卫冕军李全良拢是选8位。职棒的新球队台更只敢选6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中华职棒第6队台更雄鹰，因以高雄为基地，为着要增加在地认同。除了选北少南部的球员，嘛成立啦啦队做城市的行销，希望会当带动讲野球的风气。公司台日来青春咱的梦，今仔日暗时7点半，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个菜鸟球队安怎伫在地打拼的故事。
伫休困日的下晡，高雄大比湖棒球场人是不了济。真好想象伫今年进前有这款的光景。事实上，为1997年开始，高雄就有职业棒球队的存在。对那罗湾联名到期待赛局，只不过尾后拢来离开。就伫2022年，中职胜利军来更雄鹰选择以高雄做基地来经营职业棒球队。新的球队要安怎重新甲老球迷搁找回来，才做球团上大的考验。因为南部你看高雄已经真侪档无一个球队，无一个在地的球队。伊不但无在地的球队，伊嘛无城市球队啊。我们把高雄当作是自己的家，只要把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家，那你怎么样让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喜欢你？应该要先让他们认识你，进而喜欢你。伫城市的街路，拢会当看到球队的影子。入来球场看比赛，嘛会拄到属于城市的主题日。透过球队的成立，大更雄鹰嘛希望会当提悬高雄棒球的风气，培养更较侪少年的人才。看南部伊的少棒啦、青少棒啦、青棒啦，伊球队啦，会当受到重视，会当受到增加。啊，我嘛会做拍拼，我嘛会密切甲市政府合作。根据中华职棒的统计，大比湖棒球场今年一场比赛平均有6800个人入场，比去年成长13%。这嘛表示有愈来愈侪人愿意支持这支在地球队。因为阮拢住伫高雄，然后住伫澄清湖附近，大概伊的主场拢会带囡仔做伙来看球。阮已经有足侪球队为高雄离开啊，阮无希望讲佮看到这个情形发生。阮希望大家相信会当一直伫咧高雄，一直拍落安尼。伫球场顶悬真拼实的球员，也佮伫球场边仔斗乌烟的啦啦队。无论你是老球迷，也是来斗热热的，民众对棒球的关心，是新球队进步的动力，嘛支持台湾职业棒球的发展，希望会当对得到国际的脚步。记者吴定虎、林建如高雄采访报道。讲到蒋渭水，伊是咱台湾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伊的诊所伫咧大稻埕内底，有一个少年仔叶彦廷，10年前伊为美国返来台湾，投入大稻埕文史复兴的工课。为着要请少年人来认捌在地文史，伊甲蒋渭水的故事改编了后，配合 AI 画图来做台语的绘本，希望让大家用台语来了解蒋渭水甲大稻埕的故事。伊是医生伊是主角，伊两个是要来合作去处理一寡较困难的代志。日本漫画画风的医生来回伫古早甲现代，阁有科幻的背景。两边有技巧的生物陪伴，详细看这篇故事下骹的文字写的是台语。这是大稻埕一位文史复兴运动者叶彦廷出版的台语电子绘本。伊10年前对美国返来台湾，投入家己厝内的美甲以及大稻埕文史复兴的工课。蒋渭水较早行医的诊所就伫大稻埕，这个绘本内面医生的故事灵感就是来自伊。但为着请少年囡仔来认捌，才甲改编做一个科幻故事。上早的时阵，大家了解大稻埕的历史是为迄个蒋渭水开始。咱咧设计、咧发想的时阵，是要互咱即马囡仔去了解遮个大稻埕的历史的文化，考虑一寡较因会较有兴趣的一寡主题。甲故事，咱去设计即个绘本安尼。因为是科幻的内容，所以叶彦廷是选择用即马上流行的生成式 AI 来画图。因若文字配上台语，是因为伊认为过去迄个时代的人生活中就是用台语来对话，所以真自然就选择即个语言。这大稻埕台语的发展是为上早的时阵就开始啊。较早祖先咧做生意的时阵，其实因拢是讲台语安尼。咱即马无咧使用囡仔嘛无咧使用，所以讲咱就用即个较轻松的方式，因就会感觉讲较有兴趣去学这个台语安尼。叶彦廷讲，这个绘本是伊第3本台语电子绘本，接落来的计划是每年拢出版一本甲大稻埕文史有关系的台语绘本，帮大家做伙来用台语熟悉大稻埕。记者柯选柯秉在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
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